要進行三人會議，喺與第二方通話時，可按電話機屏幕旁嘅可編輯按鍵，選擇 New Call 新的呼叫，輸入第三方嘅電話號碼。喺第三方電話接通後，按電話機屏幕旁嘅可編輯按鍵，選擇 Conference 會議，即時建立三人會議。要啟用上司秘書來電處理功能，按電話機屏幕旁已設定為 Filter 過濾表嘅可編輯按鍵。當此功能啟動後，一個剔號會顯示於 Filter 過濾一欄嘅旁邊。若有任何人致電上司，秘書嘅電話機就會響起。要取消此功能，再次按電話機屏幕旁已設定為 Filter 過濾表嘅可編輯按鍵，剔號消失，代表功能已被取消。要使用廣播功能，按下電話機屏幕旁已設定為 Broadcast 廣播嘅可編輯按鍵，就可透過電話機作出廣播。